逆境自強，永不言敗嘅追夢之旅，從低谷走向 AI 設計嘅光明路。大家好，我係莊榮發。我喺母親懷孕7個月時早產出世，啱出生嗰時因貧血需要父親輸血，眼部未完全發育，導致視力極度薄弱，加上缺氧引致腦部麻痹，成為殘疾人士。激動你未過中中3次影身親翻正未試時中中羅沙馬利，激動羅沙馬沙馬沙馬沙。媽媽回憶當初為我飲奶嗰陣，我成個人變成青綠色，樣似史瑞克咁樣。我從小便確診大腦麻痹症，自幼稚園起便喺特殊學校接受教育與言語治療，直至2017年完成中6課程畢業。求學期間曾經多次轉校，過程雖艱難，卻讓我學會適應環境，累積技能，慢慢培養出堅持落去嘅力量。因為身體缺陷，我嘅學習之路與常人截然不同。視力問題令我必須依賴放大鏡先睇清黑板字跡，腦部麻痹讓我無法靈活運用四肢，自記事起便靠輪椅代步，書寫亦極度困難。我從細就意識到自己同他人嘅差異，曾憤世嫉俗地質問命運為假如此不公，為假我無法擁有健全身體，要承受種種磨難。當時嘅我偏執地認為全世界都虧欠我，抗拒學習生活自理，刷牙洗面食飯洗涼等一切事務都依賴他人照顧。我嘅第一個轉變始於2002年轉讀香港紅十字會亞麗山郡主學校。起初我使用手動輪椅，2014年先至更換為電動輪椅。呢所學校極力鼓勵學生自主獨立，我慢慢學會自己推輪椅，逐步練習刷牙、食飯、洗面等自理技能。呢啲對常人而言輕而易舉嘅事，對我嚟講卻係極大挑戰。後來仲有蘇華偉等前輩榜樣，讓我萌生要靠自己達成目標嘅諗法，開始願意做出改變。第二個轉變源於父母與我分享嘅一段往事。母親係泰國華僑，我出生於泰國。當時醫生見我身體狀況極差，便詢問父母係咪要放棄養育我，畢竟照顧我將耗費無數心力。但父母明知前路艱難，仍堅決選擇留下我。回想成長歲月，父母從未因照顧我嘅辛勞而放棄，呢份愛與堅持深深觸動我，讓我更加渴望證明自己，希望能讓父母開心，以我為榮。如果話學校同父母俾咗我改變嘅決心，咁遇見香港復康力量俾咗我改變嘅信心。2017年，我從亞麗山郡主學校中6畢業，為追尋設計夢想，於2018至2019年入讀屯門展亮技能發展中心嘅設計及彩上出版課程。本以為一個係通往理想嘅起點，卻冇諗到命運俾咗我沉重一擊。2019年3月，喺學校社工安排之下，我無奈進入庇護工場工作。嗰段日子，我充滿失落與迷茫，咬緊牙關撐咗整整3年，直到某日終於崩潰大喊，反覆質問自己：唔通我嘅人生從此就冇出路啦咩？但我明白，喊過之後仍要向前走。2022年，我唔甘心就此妥協，深知過往所學技能無法銜接公開就業，必須重新裝備自己。我上網搜尋機會，最終加入香港復康力量，希望接受就業相關嘅專業培訓，例如我現正修讀嘅零售業英語課程。起初我想報讀工作實習課程，卻已滿額，恒生職員細心安排咗3個月輔導，經過漫長等待與沉澱，我終於成功加入實習計劃。嗰一刻我激動萬分，知道自己離公開就業嘅目標又近咗一大步。喺復康力量期間，我累積咗豐富實戰經驗，嘗試咗多元工作，透過我要做 KOL 課程培訓，成為 YouTuber 與 KOL， 自學撰寫個人網頁，擔任激勵演講嘉賓分享經歷。
更喺香港復康力量賣旗日啟動禮上擔任大會司儀。面對商場上千名觀眾主持，呢個係我人生極大嘅突破。同時，我亦都成為媒體自由工作者，以 freelance 身份為客戶製作海報與影片。呢段期間 ，AI 技術浪潮席捲而嚟，成為我人生最大轉捩點。身為科技愛好者嘅我，立刻被 ChatGPT 等 AI 工具吸引，每日跟隨 YouTube 教學影片，鑽研各種 AI 工具嘅使用技巧，緊貼行業發展步伐。嚟到2026年，我已能純熟運用各種 AI 技術。今年1月，我迎來證明自己嘅機會，運用 AI 技術為生命領航協會設計活動宣傳海報。用心完成嘅作品唔單止滿足咗協會需求，更獲得上司高度讚賞與認同，正式被採用。當下嘅喜悅難以言喻，讓我深刻體會，只要肯付出努力，總有被睇見、被肯定嘅一日。回望過往，人生路上難免遭遇挫折，但我想藉自身經歷勉勵大家，只要堅守永不言敗嘅精神，總會迎來成功。朝住理想努力前行，必能為自己開創一條光明大道。即使你此刻嘅路如我當初一樣崎嶇坎坷，亦都請記住，唔放棄嘅決心，終會讓機會降臨喺你身上。